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5倍冠的加码冠，早起抽的是教育部的动资冠，有超过1000万人来登记，早起抽出着50万人。这个身份证上尾啊2号是97131955719193，加上尾啊3号是3817346444453985的乡亲，恭喜你会当摕到一张名额500块的动资冠。找阿妈王助理李凯来留动资冠2.0，一直到抽奖前有超过1090万人登记，头一摆留50万人，先留身份证买2个号码。你种的是97、13、19、55、71、93，尾3号是3817346444453985，总共500103个人。不过今年的动资冠2.0甲1.0无同款，无都用来买运动用品，更会使用来做运动甲看比赛。我会抽空去现场观看比赛，所以大家随时要赶快进场看比赛。下晡5点开始，留着的人会收到中奖的简讯。动资冠2.0会使用到明年6月30。不过头一波无留着的人嘛免失志，10月21、28、11月初4早起10点过直播留奖，同款是用身份证买2号、买3号来留。另外总共40万份的客庄冠2.0是下晡3点半开始留。这摆总共有988万人登记，先留10万的得主。中签率差不多是4%，后续还佫有3摆留奖机会。若还未登记的，就赶紧去5倍冠加码冠的专区登记。